觸摸你身體，何必需要忌諱？就當做懷舊，擁抱是懷念的姿勢，別怕突然越軌，朋友也可親吻額角，見證舊愛的淪落。記憶對我全無知覺，有什麼結果？你怕讓兩手抱着我嗎？難道我質感太差？你發的短信也有策略嗎？以後無需直接講話，為一些這一些，你認得出我麼？這親的到陌生的經過，我說過最愛抱你，到這日你想閃躲，怕了我，但自問我哪有做錯？當日離開我，沒說別接觸這麼多，誰知驚我什麼？不需要不安，聯絡我分享你近況，哪怕冇了一頭汗。據說你仍愛幾米，有什麼怕講？你怕讓兩手碰着我嗎？難道我質感太差？你發的短信也有策略嗎？說話無需驗證真假，為一些這一些，你認得出我麼？這親的到陌生的經過，我說過最愛抱你，到這日你想閃躲，怕了我，但是我自問我哪有做錯？沒說別接觸這麼多，誰知驚我什麼？只願容許我做作地說聲 keep in touch，還想得到